三阳妹妹，姐姐，你也在想你弟弟了？哦，三阳妹妹，你就在太后送呀，怎么躲到这里来了？接待太后的呀，大王都要亲自上过的。哦，王家倒也是此小心，可是我们是啊，我在这里天天接待太后对呀，可是父亲病重在家，谁接他对呀你？妹妹，哎呀，姐姐，妹妹，啊！经过在太后的要完当饭，公公，要完是奴婢当饭的，不关三阳妹妹的事。好过头过，尽管退还大王苏卷。哦，少了奴婢这一次吧。何事喧哗？禀大王，公婢头过不守公规，日夜悲哭，今日又不尽杀嫂之责，退还大王苏卷，还将在太后的一碗当饭，正待处置。禀大王，要完是奴婢当饭的，是奴婢当饭的，不关三阳妹妹的事，不关对姐姐之事。禀大王，三阳妹妹年幼师傅，奴婢却为是不曾失手当饭要问，奴婢滚远身法。是奴婢当饭的，是奴婢当饭的，是奴婢当饭的，妹妹姐姐，你好了，命太医重新培养。是。今夜送呀，事关带太问题，岂能是此粗心？就当以今人为好，索取中间休得耽误。谢大王洪恩。哦，禀大王，要完是奴婢当饭的，与姐姐无关。国王知道。你为何替杀亚洲古门骗过啊？奴婢自在，奴婢自在。你为何看书忘情，不尽杀嫂之责？你看的什么书啊？是诗经。诗经？你能看得明白吗？奴婢出自一耳。你看《诗经》哪一篇儿子忘记？爷，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历经哀怨吗？
景阳，身上花罩毛三里，留下了落山故地人凄凉。我的亲骨肉两离开啊，我死的岂能不悲伤？第天我但有弟烧衣裳多烟，我观错始终离人上，我一日忘情恩仇长，我误坏了公归王，见谅。民生是此，王后自谁也？无力不天皆明在，儿女哀伤我同悲，永无言语将他为。事情你既喜欢，就施于你吧。啊，施于奴婢。是啊，倒是妍妍这片离别之事，就想见到你的弟弟。啊，谢大王。倒是妍妍之事，你有观看啊？世中所写，兄妹之义，竞争一切。倘若天下人都能如此，那就好了。哦，你竟也是此之下。奴婢无知，大王是在。哦，不，你不错。想不到这个女子会有这般见识，难怪她
国王面前爱无杀小，待人受过。我看这代王宫中的公务都不及他呀。他们真许我为弟传音传你王夫人，传你王夫人，我的传你王夫人啊，王夫人，代太有名，封头是为王夫人，你同王妃，请王夫人设公盖章。这。王夫人，大王，大王，弟弟，弟弟。弟弟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弟弟，小弟，小弟，你哭什么啊？我找弟弟。姐姐，哎，小弟，我晓得你姐姐在哪里。他在哪里？她在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好吗？怎么啦？你不想找你姐姐啦？你阿不说不能跟陌生人走。我认得你姐姐不是陌生人，我是个好人。来，我陪你一起寻找你姐姐。来，走，来，寻找你姐姐去走。寡婢，你到哪里去了呀？寡婢，阿婆啊，
我看见一个中年人背了一个6、7岁的男孩到那边找姐姐去了。我命，救我！多谢你姐姐要的啊！阿婆。那，去吧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姐姐，快去，你不要走，姐姐，去，来，快进去，姐姐，豆瓜饼，来，这里就是你喂马的地方，好好的喂马啊！路遥
相见来投影，为马努力动牛马，马鞭上中当人鞭，鞭痛好熬西南平，谁对恨不在我情，光明在眼不归人，平淡不平报怨言。
莫为弟弟哀伤，用寡人载明穷远沙法。万岁，你实力万机，千万莫为臣妾私自操心，请万岁安心去吧。好。郎中令，命你先去各穷沙坊头夫人宝地头广兵，休得耽误。臣立旨。姐姐。对光平，你孤身一人漂泊异乡，自己要时时当心。一人病身这个样子，怎还得了？可是小姐造业，小人不是定当而报。你快起来，不要这样。都是小姐，你呀，小姐。小人是个奴才，什么奴才主子？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你。一模要奴婆小姐真悲愤，我与你同为王连不顾夫人命，我虽与弟弟在堂随天行，你为人女马苦飘零，我家龙究竟是你小姐还有从今人，我想娘就算自下火两条心，故然是在吧分，小姐呀，才有个宝。苍天保佑你在心人，这可惜光明今生难他的来世报你早快恩。啊！女，你怎么才弄？我要命了！当个哥也我女弟弟，你今年是过多少次了？要祖母有分，男女有别。堂前的母亲看到，女儿哪里还有母亲？女儿的母亲早在黄土笼中
化为不管哎，二母也是一样的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那天接你弟的亲事，女婿虽着年纪大些，可他是本就父母官呐。不但女儿终身有靠，学历威武也。弟弟说是定要将女儿送进军帅做妾，女儿心愿去救县之乡，代办母亲。你老爷来，舅父郎官大人到，快请。哎呀，小姐不好了，那位大妹人来了。他又来做什么？一定是军帅老太爷派他来催婚来的。他催命来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千万不能再行断绝。哎呀，小姐，军帅大人早已王爷入村了。我以为兵大人今日前来迎亲，讨回千金，早做准备啊！一定啊！广斌哥哥。小人万死不辞。你一定要来。小姐，他来了。快走吧。小姐，夫人谢万岁。夫人，宋上今朝内地的告示已在各个中院张贴了，你们这地不是就能断续，你应该陪我畅饮几杯才是啊！托万岁洪福。来，当今皇上为窦夫人寻找宝地窦光平。这个光平是清武军关进人士，现年18岁，12年前杀伤。此人报信者还有重伤呢。还有重伤啊！那叫什么名字啊？窦光平。那什么时候杀伤的啊？12年前杀伤。12年杀伤。马爷，哎呀，老爷，事关重要来，老爷，今日黄毛上先生，你查清楚了？查的确是千真万确。身报光明啊！小姐有情意。
哪能跨船挖下去？半夜时候与苦爷押金。是老爷。半夜时候。刘光斌山上请我，恰是一表人才。女儿啊，弟弟多接你们家长，也就是了。终身有靠，为我总算对得起你的亲娘了。弟弟，好了好了，小姐已经答应，但先令王道接受，便与你们完婚。所以老夫还要为你去寻找姐姐呢。寻找姐姐。妹妹，别无他人，何必是此？姐姐，天上八国已经拟定了王恩，我想这个正宫娘娘不是老太尉之女，定是上将军之妹。彩妮妹妹，凡是与穷人限定的王恩，必定是品德齐备、颜值端方之贵人。我们不必议论，好好侍奉就是。错不错，准备着好好侍御吧。臣请见驾。王御少礼啊！王儿，王御啊！把鸟骑上龙王星，头一子听成亲。不，这难杀人情了。万岁，朕去侍奉万岁，不是一样的吗？爱卿若知太子，寡人刘旨意约见。来，接对王后更衣。万岁，臣妾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爱卿有话但说不妨。万岁。哪一个有
人看，只听国若永分开。成天是有操作官，谁喜欢自立起居在宫位，公事无话应在谈，不须众多待机方策终于去，让他们幻想论去把婚配。愿世人莫良气，家贫无天一地病。愿世人莫良气，落山地地生泡开。愿世人莫良气，既在王宫地流浪。愿世人莫良气，12年心地红人。蒋寡人是高皇帝急切之至，侥幸避过绿月之祸，无德无能，靠着高皇帝的威望和文武百官的无私，登上汉天之大位，尚未为黎民百姓做些好事，心中实是惭愧。爱卿之意，寡人一定下诏办理。谢万岁！爱卿。万岁不能蒙地，但人言德，一对四位王儿，真乃生命君主也。家生不在，愿为君主分忧，请先生赐教。万岁呀！那一你之间呢？以家生之间，立即下诏全民农丧，禁止高丽本部年成不发举丧。3年无罪之后，我在浑身不幸，我在天下不死啊！立即下诏。
自大本也。正当帅跟王玉卿上一拳天下，年近高丽本国，各中原17将不法举上退伍归案，年成无上。秦王果算厉害，这是什么？女婿，是你小女人情，老夫并无多少财产给你，十分不安。今日将这债权全作家账。那，你看。不。我不要！姑爷，这债权是债务欠你债金之凭证，有本生利，礼让家里，有了这个无价之宝，姑爷你一时享用不尽啊！不要客气，快收下吧。肚子有福，这就对了。还要告诉姑爷一件天大的喜讯，当今王后头娘娘就是你寻找多年的亲姐姐啊！姐副上下连夜带姑爷去上岸申请。一个王儿姐姐，我们要去上岸申请。姑孙是他吗？千真万确。少公，堂上贵婿果真是当今国舅，你便是忘情过去了。见到大人第一迎接，明日下官便引贵婿进宫申请。谢大人。爱卿，天大的喜事！启禀万岁娘娘，对皇命到。光明，叩见万岁娘娘。禀声，快谢恩啊！哦，谢万岁。对皇帝，小明人，你进宫申请可以标记之文，无语，可以穷源啥名之文书啊，小明无语，那可以组织无老神证，小明也无语。你就标记文书有人证，怎么能进宫申请？万岁，小明实在不知是有事，是叫我来认亲的。哼，爱卿休要难过，待寡人再盘问他一番。
窦光弼，小名人，你家是哪里？万岁！家是在清河园关进西，今年几岁了？年方18无数余。你是几时与你姐姐分开的12年前记着公，从此派进上流天。你与你姐姐是怎样分开的？曾记得那日相比关经营，姐姐待我牵手你的。当时是怎么样讲的？我年幼未见区别意，要跟姐姐到宫里。姐姐怎样吩咐于你？谁叫我从此要听阿婆话，莫要把事莫相信。对你还做了些什么呢？姐姐她常着为我不独对，一生当两分离。窦光弼，你是否记得起旁人佛台上单单为你姐弟2人所指之事吗？记得，记得。有一日，弟弟病重，我在上，在姐姐西上落落去山上，我推着上姑地下时，地破了金昂，惊坏了姐姐，泪水后日血水淌，即叫我弟弟上前将婚相，当时听留下伤疤，永难忘。恭喜少公找了个国舅女婿，这下官要托你的洪福喽。哪里，无相的，无相的。国舅夫人，请滚杯。
人，这两位大人凡事是一，这国舅夫人凡事是一，啥呢？今后你就在国舅府做官司，也好有个照应哦。证明皇上有旨，福德国舅府的一族2点8清，东坡造令。多谢万岁娘娘。小人这条革命吧！哎呀，国舅，国舅爷，哎呀，国舅爷，你我今会有今天，且马是。我上
夫，庶民通吃去上京的国舅父。寡人已经昭告县公，禁止高丽盘剥，严惩不法举上。如今少数华军高丽举上，尽管到来上恩，应鸟门。贾大夫，哎，证明你率御林军至国府虽不归安，堂上豪门贵族抗拒谁服你？只有抗拒者，不能往秦国去，三公九去，一力分三，不能往秦国去，三公九去，一力分三。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不好了！何事情况？御林军来到附近，正要做那从你阳军到来的高丽杂子少。老爷呢？那白杂物搞到京城来了。你没有听他们讲，这里是堂堂国舅府，岂能随意进来扎人？我也是这样一讲。可是他们是奉圣旨前来，让我禀告国舅将你交出，我让同志举步问斩。他们会等着为玩你。哦，御林军要来抓他，恐怕凶多吉少。这是他自作自受，谁有应得？弟弟团然挂念，思算在他，只是他是被抓，你我的面子何在？这与你我无关。哎呀，国舅爷，夫君啊！此事王上最最挂在于我，怎么办呢？既然此事是故意为呢，那老夫只好死守去了。弟弟，老夫也是奔波作些，这是可怜女儿，可怜姑爷，可怜严德的对王儿了。此话从何说起？姑爷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女人就要来捕我，并非为难老夫一人啊。还要为难哪个？真宫娘娘对王儿啊，为难姐姐啊！哼，谁管同王儿一根毫毛？哎呀，我的姑爷，你好糊涂啊！对娘娘出身地位，差为王儿，
朝中不少老臣十分嫉妒，老太尉也为娇女未能参与而不满冤。此番来做老夫，还不是为了扎西把柄，怕是皇上废掉退王儿。啊？什么？可怜他没当几天王儿，恰要被当成人工了啊！他们果真要害我姐姐吗？想来早以来皇亲国戚都是官居高位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每一场文武才敢睁眼困上一眼。那像是今对王于娘家无人，外人才敢如此嚣张啊！谁是无人？不要忘了，万一我当国舅爷在，哼！只怕你这国舅爷无官无职，不在他们眼里吧？他们国，哎呀，国舅爷，这倒是虽不有英明王，巧原来是怪姐姐有英情。莫小看雷家四大人定故，到底我大患国舅有身份，为哈一入国舅府，启用兵丁来往矣。黑头难咽一口气，今日里再受气，往外往亲。来，王儿快拿走！这位国舅爷，已经都为救济。他们想来抓把柄吗？是，他们要抓大当，你去告诉他，国舅爷生，当国舅府，谁也不许进，谁也不能抓。进来就叫他有来无往。国舅爷，哦，对了，你可不能这样说人话呀！国舅爷此命真公不顺呐！走，弟弟，万不夸真证明。我要去告诉姐姐。哎呀，我的姑爷，你万万不能告诉王儿。这是为何？姑爷，你在你呀就东国中还有众多债务呢。去将国舅爷的债权拿来。怎么？我家女儿做败家的那些债权也是私人考虑啊！姑爷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债权。当今皇上布告穷源，大动干戈，四处搜捕，便是要查有这些高丽债权的巨商啊！这可是高丽盘布的财政，上面不知还是写上你的名字头光平。我也此刻去见王儿，岂不是叫王儿增添财命？国舅爷，国舅爷，前面国舅爷，有人就都尉已经藏着走门了。你们告诉他，我国舅爷不许他进来吗？我死了，他生是我们违抗生命，万计要斩啊！他滚！你们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我们要见国舅爷。
国舅爷，你是何人？在下御林军都尉，长津府来，你可自称？下官是奉命而来，来此这人有文书呈上。上面写着什么？国文写得明白，国舅大人岂能不知？哼！啊！国舅爷，在下是水部不法杂族而来。水部不法杂族来我国舅府责任？据查，一样不法杂族少通就在府上。种种财富，天大的官司由本国有此旨，与你们无关。国舅爷莫非有包庇之意？便是包庇，那我怎样？包庇甚满，谁同无常？便是无常，那我怎样？说话当真？18年手话无人顾，今日手话要算数。国舅爷，本都尉是奉命而来，今日定要肃杀。大当，你快藐视国舅府！奉命守府，不必忘情死。是的，我死，不能死，一定要死。杂族头光平啊！是。自从寡人下诏从农业上灭火建立以来，国事兴亡，人民荣耀。这是少数举上在主，不正法令到来上岸，逼着豪门官员之家，地方官也无可奈何。这还了得！万岁有朝在先，立该严惩他们才是呀。朕乃言有一个罪恶，恰是亡亲。哦，哪家亡亲？你让举上少痛，少痛。万岁，朕妻子亲家万法，替万岁添了累赘，朕妻深感不安。万岁，王子万法与民同罪，请万岁处置。爱卿，此次孤见大体，实乃寡人之心。这是今晚有一人，尽管杀死奉旨守府之御林军都尉啊！此人难道不要命了吗？杀死都尉是有死罪的呀！是啊，寡人曾向满朝文武下过诏令，不论何人是有抗拒罪，列在无杀。西主万岁！本无不管奉旨喜结天天，公而万岁。知道了。你
在我已知道，这内王之违法，与民同罪，换你早早实乃杀灭。哦，娘娘啊！你的在中等应该，不用凡事难再会。你因自查听条说，高就他怎么样？高就他10岁杀不为。归去，而今我眼睛。
君，老太尉有何言语？你不要急嘛。老太尉言道，要传统文武力保对光平，只要他不死，皇上对我等才无可奈何。对，对光平死在不死，朝野必定声援。对娘娘必难做皇后保守。对，太对了，这叫做一杀三鸟啊！今生道德杀苦酒，明朝苦行的王后，管他心真心不心花头，来造就来还造就。万岁有旨，今日参面朝为文武齐退。答应真情，只取皇儿之位吧。哎，请万岁啊！自在对光平杀命之后，东闻公卿117名也应杀命。对王后自愿之取王后之位，皇上应赏给他一片苦心。老太尉焦虑，可谓新皇后，从政落宫，亦属皇上之责。对王后是取王后之忧，对光平不再是皇亲国戚，杀人一案可有金少银查办。只取王后之位，也救不了的。梦中贾大夫，生神索取国舅府宣诏令子对光明杀人抗子，谁人不杀？是针灸与对光明，令其死尽伏法。整其先死立诏。他不能死！
国舅，请由皇上所私自证据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皇上？禀国舅，此就是皇上亲手所施。不，皇上是我亲丈夫，他不会让我死的。不，贾大夫，国舅之后都是附庸之过，这就让我很了不。国舅夫人未必，对光禀接就别。对光禀接就谢恩。那我姐姐知道吗？王儿知道。不，我不信，姐姐一定不知道。她知道我是为来救我的呀。娘娘只有她这个亲弟弟呀。我要见姐姐，我要。父亲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娘娘，我可还是不看的好。我要看。娘娘，他在世上没有亲人，我不了理，谁来了理呀？弟弟呀！娘娘，姐姐，过去你举步上通，杀死御林军都尉，错办婚礼，立给战役。皇上顾念国舅年轻粗顽，得是真据，亦是宽容。放国舅自容，朕自佛法。不，我不能死！快去告诉姐姐，娘她来救我，求皇上赦免我啊！盼天明，天明，天明生死见地生。纵然人去看不转，必问因子。
下咱们37000不误。万岁！对国舅高丽奔波，杀人抗旨，万口杀灭，臣下为何不可杀灭？哼！高皇帝呀！恨力昭昭，疏而不虑，对国舅一处死因。书记祭奠国舅对公光明陵前，背负对公光明，生出国际年少遥望，同在英文，生死永绝，朝阳失声。来酒一裳，向我赠上。哦嘿，国舅，哎嘿，国舅，吾父爱在，我必上下。对，过去。今个里满道可上，国人见，总算是万岁杀戮难更改。王儿大女思君断，此文所取修子言，劝你莫把王儿待，我得要见过见面。王儿决来此地来，我不信姐不报弟弟情。娘娘驾到！姐姐救我来了！娘娘来了！
姐姐，你为何身穿素服？姐姐觉得万岁的恩泽与弟弟准备来了。姐姐，你难道忍心不肯把我救？姐姐是爱我相聚，不能够你是万人之上会忘恨。会忘恩乃是婚离你好，为光明苦海为人在凄凉，好容易插头又遭殃，苍天不公让苦诉，乃诉你姐姐昂心上，今日里不才是乃把亏也比，就能下张张告诉丢娘，你身为皇儿不救我有罪无罪。哦，良言从此女娘娘长命百岁，永往富贵人生乡。天可怜我相见心醉，这一场。可怜你落地黑夜，莫遭殃，我有做今天。
到地里呀，你听我不把话讲。你呀，心。